观众朋友，咱来看国际消息。哈佛大学结合美国国土安全部撤销受这个外国学生的权利。也咱教育部估计受到影响的台湾学生大约是52人。教育部表示讲咱台湾的学生若无法度伫咧哈佛大学顺利完成学业，会当倒转来到台湾继续学习。也即马上新的进度是讲，哈佛大学对政府提起诉讼，法官裁定暂停这个禁令。也伫哈佛大学读册的咱的台湾学生是表示讲，目前敢若会当听学校的建议，看后一步要安怎做。哈佛大学接受外国学生的权利，互当局撤销。若国际生停招，现有的国际生爱转学，若无失去留美身份，互校方内挖2,700名国际生，感觉焦虑甲不安。 For many others who fought for years, who saved every dollar, who secured the scholarship and funding, who finally convinced their families and employers to be allowed to go there, and now they cannot enter. For them, it's really bad because it is a dream that turned into a nightmare. 咱国教育部估计，大约52名伫哈佛读册，甲伫要去读册的台湾学生受影响。法学院硕士班大生三年讲，虽然后礼拜要毕业，也毋过毕业了后的实习机会恐惊受影响。你毕业之后1到3年的这个 OPT 等于挂在学校的这个名下，所以如果说今天学校接待学生的这个资格被取消的话，那这个 OPT 的这些学生他的资格其实也会受到影响。 哈佛大学校长 Aaron Garber 23对全校师生发出公开批表示，学校向麻州波士顿联邦法院对政府提起诉讼，法官裁定政府撤销决定暂时无法律效力，有计离告举行听证会，以确定敢是爱延长临时命令。至少这个暂时禁制令还没有发布之前的话，我们当然就是会担心说自己的在这边的合法的地位是什么，旅游啊，不管是在国内的这个交通，或者是说有些同学他们有到国外，然后要再回来，这个其实都是很多大家的担心。三地公目前只会当听学校的建议，看后一步安怎做。伫台湾意向甲哈佛大学有真侪合作关系的台大表示，欢迎哈佛学生到台大来读册。他们可以用访问学生的模式随班就读。那未来如果发展成为双联学位共同指导，我们也都乐观其成。 台大国际长王浩辉指出，过去香港反送中甲新冠疫情时期，拢有紧急专案的处理经验，无论是台湾学生还是外国学生，拢会予因上大的照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